你三哥要被指婚了呢！啊，父皇要把你指婚给我三哥，太好了！想什么呢你？是和一个丞相的女儿。秦玉宁啊，父皇也太小气了，应该把你也指给我三哥，这样大家才清静。你就这么讨厌我吗？啊？你居然还希望我嫁给你三哥？你明明知道我喜欢的。哎，打住打住，我要去酒馆喝酒了，你别跟着我。来人，送拓跋公主回去。以后我府上除了云浅月，再有任何女人进来，我废了你们！叶清然，岂有此理！你不是说父皇会将月儿指婚给我，为何会是他？我也没想到皇上会这么说。古训云氏嫡女必成为皇后，可是圣心难测呀。这云郡主是不得圣心的。看样子，这是要坏了老祖宗立下的规矩。殿下，现在储君之位悬而未决，皇上又有意撮合月琪和天圣的联姻，所选之人更是不言而喻。若殿下抓住这个机会，用联姻为自己增加更多的筹码，此话怎讲？殿下若是由皇上赐婚娶了秦玉宁，必将会瓦解秦相和四殿下的同盟，也为夺储之争增加助力。殿下不如先领了皇上的旨意，云郡主那边日后再从长计议。无论将来如何，我都要月儿在我身边。殿下如此冲动，难道忘了多年边疆的寒风刺骨了吗？殿下若是还想一争高下，便应借此机会，在朝中扩张自己的势力，而不是一叶障目，因儿女私情，毁了您大好前程啊！可月儿她……殿下，现在皇上刚刚与您回宫，眼下公然违背皇命，这必遭皇上的厌恶。殿下，不要再犹豫了。三殿下，秦都官来了，正在前院等候。秦都官不在府中养伤，来我府上倒是稀客。三殿下，殿下，我为何而来，想必您心里也清楚。我秦玉宁做事从来不爱绕弯子，有话我就直说了。三殿下与云郡主从小就情投意合，郡主对殿下也早已芳心暗许。既然你们彼此相悦，我更不愿意做这棒打鸳鸯的恶人。还望三殿下向皇上请旨，取消了这门婚事。秦都官是不想夺人所爱，还是不想被人夺爱呢？三殿下，您这不是明知故问了吗？帮你，就是帮我自己。可我想走的路，恐怕与秦都官不同啊。三殿下这话，不知所谓何意啊？这天下人，能犯的事，能闯的祸，我们却不行。你我之间虽说心中各有所属，可这情与爱，本就不必混为一谈。你我之间的情，可真，就可假，总归是一种维系。三殿下真是说笑了，我与您能有几分情谊呀？依您高攀不起。路是人走出来的，往来的多了，
无情，也就有了情。三殿下的意思是要舍下云郡主，从了皇上这门亲事。每段姻缘都是天注定的，若是旁人，我可以抗旨不遵；可若是秦都官，我还得三思再三思啊！没想到啊，你是疯了吗？月儿，三殿下，我家小姐不在。她去哪儿了？说是出去散散心，也不让我跟着。我知道了，先下去吧。是。四季是轮回，缘起千年心不悔。风拂起，自落然烟君翩飞。何处笑声让人醉？何人泪？梦影自伫立，他在后是谁？你怎么在这儿？他定了亲，你就不想活了？我不是为了他。不管是为了谁，下次寻死觅活，别让我看见。我是为了谁？你真的不知道吗？我什么都想起来了。我记得了，三殿下是陪我从小一起长大的义哥哥。我记得我们小时候一起玩耍的岁月，我记得他替我挨过的打，背过的锅。我想起来我跟他之间的一切了。那么恭喜郡主和三殿下可以破镜重圆了。可是我爱上你了。我说，我爱上你了，所以我才会这么难过。你明白吗？郡主喝多了，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。我没有喝多，我心里很清醒。我也想回到以前那个飞扬跋扈的银钱玉，可是我再也回不去了。你稍微对我冷淡一点，我就手足无措，我怕我做错了什么事又惹你生气了。你偶尔对我笑了，就好似天地都明亮了。这难道不是爱上一个人的滋味吗？我可以负天下人，只想跟你在一起。
我的这颗心早就全部交付于你，你轻看也罢，厌弃也罢，它就在那儿，像中了蛊一样，走不了，逃不脱。郡主喝醉了，我送郡主回去吧。可不可以再陪我看一次星象？你不说话，我就当你答应了。好喝，把酒给我，我还要再喝，一醉方休。别走，不要走，不要走，郡主，不要离开我，不要离开我，不要离开我，我不想你走。九世子，我家小姐怎么了？你家小姐喝太多酒了，差点从楼上摔下来。啊！今后你看好她，别让她乱跑了。谢谢景世子。玉宁妹妹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正要进宫去面圣，你也是吧？不如我们同行。不必了。哎，我听说哈，三殿下近日跟浅月郡主走得极近，这件事情你知不知道？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要我说啊，那个云浅月就是眼皮子浅。见着个男人就往上靠。是啊，我们的玉宁妹妹，一转眼就要成为三殿下的王妃了。就算你对景世子的情谊再深，恐怕今后都没办法一心二用了。那是皇上认定的亲，不是我。其实，民间常说盲婚哑嫁，有的时候也是一种情趣，就好像玉宁妹妹这次。被乱点了鸳鸯谱，说不定也是一桩好的姻缘。唉，总比心心念念背后盯着一个人强。冷大人，景世子不是一般凡夫俗子可以比的。我就算心心念念盯着他，也是我心甘情愿。好，既然秦都官执意独行。那在下先行告退。众爱卿无事便退朝吧。启禀陛下，臣有一事相求，还望陛下恩准。秦爱卿，有话便讲。陛下前几日降下谕旨，为臣与三殿下赐婚。臣敏感皇恩浩荡，
可是，臣心中早已心仪他人，还望皇上收回成命。心仪他人，告诉朕，心仪何人？荣景。皇上，小女莽撞，请皇上恕罪。哦，荣爱卿啊，那朕倒觉得不意外了。老三，输给荣爱卿，不丢颜面。儿臣惶恐。秦相，儿女们的心事，我们也要用心去听。啊，秦爱卿，接着说。不瞒皇上，臣早已心仪景世子多年，早在心中暗许，非景世子不嫁。还望皇上看在臣执掌阴阳卫多年、忠心耿耿的份上，为臣与景世子赐婚。陛下，多谢秦都官垂青。只是在下习惯了一个人自由无拘的生活，暂无婚配打算，恐怕要辜负秦都官的一番美意了。更何况，在下素来患有隐疾，正好也想在这几日向皇上请假，回去休养一段时间，还请皇上恩准。小姐，这是京西的崔家公子特地给您送来的石榴椒。依奴婢看，这崔公子是想借着送胭脂之故，巴巴的求着见你一面呢。他能见我做什么？这还用说？论相貌，小姐是天之娇女，没有女子能及得上您的姿容。论身份，您是相府嫡女，皇家都官，更是高贵非凡。这帝都有哪位男子不想亲近小姐的芳泽呀？是吗？可是他却是个例外。小姐，您还想着朝堂的事呢？滚！我是来感谢景世子搭救之恩的。在下倒不记得何时救过三殿下。月儿与我本是一体，景世子救了他，便是我的恩人。我与月儿自小便情谊深重，且早已互许终生。
想来景世子这搭救之恩，我这皇子的身份能为你做的事情，又何必让他烦恼呢？此，三殿下倒真是体贴入微啊。我这荣王府的生意遍及天盛，想来这生意场上的事，我也插不了手。但若是景世子日后在朝中或官府有些需要打点之处，我倒是可以帮景世子省些麻烦。在下先谢过三殿下了。景世子现在是这富可敌国的荣王府主人，当然，景世子若愿意与我达成同盟，想来这日后互惠互利之事必然不少啊。与大名鼎鼎的兰家相比，我这单枪匹马的无名之辈又算得了什么？三殿下如今在京中的势力可谓是势不可挡，一把火便烧了前太子的锦绣前程，不可谓不妙啊。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我想说的是，我无心卷入朝局纷争，更不想加入这场储君之争。您无需拉拢我，也无需防范我。荒唐！怎么会这么不小心？殿下，我以为那把火已经烧干净了，没想到……以后不可以这么大意了。居然被他荣景抓住了把柄，属下以后定当小心。不过这景世子，看上去好像也并不想卷入夺嫡之争里。现在不会，以后的事情可就不好说了。那我们现在要不要有所行动？既来之则安之，或许有人比我们更沉不住气。正好这口气我也憋够了。你带上兰家的人，想办法在南梁边境制造些异象。南梁宫中一直有这个传统，若是黄道吉日天有异象，便会将镇国之魂的玉面铁镜请上祭坛，做法祭天。到时候正好是你动手的好时机。殿下所指，可是南梁国宝镇魂玉环？不论传闻是真是假，只要有一丝希望，我都不能放弃。皇位如此，女人同样也如此。那敢问殿下，要争的天下和要争的女人，兰家可在其中？聪明的女人，只需要懂得不应该做什么，而你一向不笨。快去禀报国师，镀金城门出现勇鸟，这可是天下大旱的征兆啊！快走！
皇上，玉环不见了！什么？众目睽睽之下，竟弄丢了镇魂玉环！父王，这祭师少了一名。传令下去，封锁宫门。是。你们竟让贼人这么轻易混入王宫！臣等失职，请王上责罚。哼！瑞儿，你怎么看？镇魂玉环与我南梁是镇国之宝，意义非凡。于他人而言，虽是无价之宝，但是得之，也不会让他人知晓。所以我猜，这偷盗之人必定是以此事来扰乱我南梁的民心，伺机获利。眼下我们秘而不宣，派可靠之人去周围各国暗访巡探，方为上策。瑞儿，那就由你走这一趟吧，务必尽快找到国宝下落。儿臣定当竭尽全力。美人，别来无恙啊！怎么又是你啊？你怎么进来的？我光明正大走进来的。我千里迢迢来到天圣，看你敢不敢动？动！轻点！你个登徒子，在乐旗调戏我就算了，来到我的地盘还敢撒野，信不信我现在就报官啊？报？好啊，我报。你怎么下手这么狠啊？你到底滚不滚？我是来找你帮忙的，你给我出主意。帮忙？啊？帮什么忙？事关我南梁的镇国之宝镇魂玉环。镇魂玉环，长什么样？是一面用千年寒铁包裹着玉石铸成的玉环。千年寒铁？这个国宝现在在哪里啊？它是不是可以穿梭阴阳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但是现在国宝已经丢失了。丢失了？但是经过我一番排查，发现国宝的丢失与江湖上一个神秘组织蓝家有关，而这蓝家新上任的家主是一个身手了得的女子，他们的秘密基地就在天圣的摩天崖之下。摩天崖，我去过呀，我带你去找吧。不行，我找你是让你帮我出主意，此行太过凶险，我不能带你去冒险。这个摩天崖地势险恶，不熟悉的人去了连路都找不到，有导航你也找不到门。我去了可以给你带路啊。再说了，有你保护我嘛。可是这……哎呀，你这个大男人怎么婆婆妈妈的？我告诉你，我有办法可以不声不响的把这个宝贝拿出来，而且兵不血刃。什么办法？你没有听说过一种东西叫做吸铁石吗？吸铁石？哎，你说这个什么蓝家为什么要盗你们南梁的国宝？我猜测这与天圣的皇室有关。啊？这玉环被他人所盗取，虽不至于被人攥在手里，但是也攥了南梁的半壁江山啊！为什么呀？这镇国之宝自古就被奉若奇珍，国之重器，得之则象征其寿命于天，失之则表现其气数已尽。若南梁镇魂玉环丢失的消息公布于天下，必定会造成南梁臣民的恐慌，南梁国王也必定会受到要挟掣肘的。哦，这么复杂。哎，没关系，反正我一定想办法帮你拿回来就是了。还是得先找到吸铁石才行。这吸铁石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吸铁石啊，顾名思义，当然是用来吸铁的了。比如你身上有什么铁针啊，或者什么铁刀呀，我拿着吸铁石就可以给吸过来。这么神奇吗？这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东西啊？瞧你这孤陋寡闻的样子，当然有了。不过也不知道在你们这个世界有没有。要是没有的话，我还得去打磨一块才行。好麻烦哦。这已经是最简单的办法了，要不然你知道他把那玉环放哪儿了吗？而且只有这样，我们才可以悄无声息地把它偷出来，都不会被发觉。走。有道理。这东西真的是传国之宝，我怎么看着平平无奇呀？第一眼看上去不过是块铁皮子，传国之宝不过是诓骗世人的谎话。
但是它对三殿下有用，它就是宝贝。我们要安全地把它送到三殿下手上。家主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休养2日便好了。三殿下的事要紧。在蓝家兄弟的眼里，家主的命更要紧。我曾听效忠的是您。帮三殿下完成大业，便是我蓝家的使命。苍庭，护宝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。他们在里面呢。嘘，玉环在里面吗？他现在该怎么办？哎，我有办法。我跟你说。你们出去看一下，是哪里着火了？是。谁？我见美人如云霞，云霞见我羞娇花。想要美人共饮一杯，如何？滚出去！美人，你好不解风情啊！听说过解花公子吗？我叫你滚出去！这解花公子专解天下女人愁苦，既然来了，怎么会走呢？尤其是你这等美人，本公子断断不会放过的。原来是个采花贼。美人对我一语中的，看来本公子终于找到了能够欣赏我的人。美人儿，小爷不陪你玩了。这次是我大意了，让人把镇魂玉环给偷走了。怎么这么不小心？你们的人有没有受伤？没有，我一定想办法把东西找回来。不必，他们是有备而来的，蓝家不能再暴露了。哎呀，哦，哎呀，哎，看过了没有？该还给我了吧？南世子，我跟你商量个事情呗。什么事啊？以身相许可以的。这个东西对我有点用处，要不然你先借我一段时间。不过我一定会还给你的。不行，这是我南梁的国宝，我必须得拿回去。你还给我。女孩子家，你温柔一点，不要动手动脚，动手动。哥，你等等我，哥，你别走，哥，你怎么这么小气啊？不就是一把扇子吗？我可是你亲妹妹，连把扇子都不如啊！给你，
这个是我亲手做的。我说，你可不要太崇拜你妹妹我。你这半月闭门不出，爹娘叫你出来郊游，你都不露面，就是为了做这把扇子？不然呢？你知道这东西有多费事儿吗？这种毛笔和素描结合，还有刀弯钩画的手法，别人可模仿不来，全天下独此一份儿。这个扇子，你从哪里来的？你猜？谁在那吵吵闹闹的？啊，这位是？云爷爷。你是？你说什么？他是我哥哥，还是双胞胎的亲哥哥。那你怎么长得跟我一点都不像？浅月，你长得像你娘，你哥呢，长得像你们的爹。喂，你早就知道你是我哥哥了，还故意来抢什么亲？什么意思啊？那当时的情形不允许我暴露身份啊，而且这有些秘密事关生死，不能儿戏的。事关生死？难道双生子的传闻是真的？浅月，我们天上一直有个传闻，双生子为不祥，所以啊，你们刚生下来，就把他送到他娘家南梁抚养去长大。只不过我们经常去探望他。怪不得。凌睿说的对，你呀，以后一定要藏住事儿。只是委屈你了。爷爷，我一切都好。就是爷爷，您不用担心他，他在南梁那可是锦衣玉食，呼风唤雨，左拥右抱，一点都不委屈，过得好得很呢。哎，那我还不是想你了，回来看你了吗？浅月，你去给你哥，给南世子排个厢房，若是有人问起，你就说是来客。哎，好妹妹，给我安排几个好看的婢女。哎，小心小心，弄坏了。哎，你来天上到底是干嘛来了？我怎么觉得你有点目的不纯啊？我来看你的呀。说不出实话。对，我来看美人儿。好妹妹，轻点儿。我就猜到了，果然不是亲兄妹。咱俩这关系，这辈子你休想躲过我了。哟，这郡主可真是招人疼啊！这人啊，都追到家里来了。妹妹可别忘了与皇室的婚约，这沾花惹草的，若是被皇上知道了，可是要怪罪的。本世子对浅月的感情，岂是一纸皇室婚约能影响到万一的？世子，在下南梁世子南凌睿。小女云香河拜见世子。南梁世子来访，爷爷交代过了，要好生招待。堂姐，你可要好好表现，千万别丢我们云家的脸面。那我带世子去看看住处，顺便熟悉熟悉府上的环境。我觉得这个主意好，正好皇后姑姑召我入宫，这就交给你了。浅月，你陪我去看就行了。再说了，咱们还有些体己话没有来得及说呢。再说了，你知道我这个人对陌生人会害羞的。果然是一模一样。现在2个宝贝已经到手了，就差第3个了。凤凰，上哪儿去找凤凰？简直是毫无头绪嘛！小姐，您怎么还在这儿啊？皇后娘娘不是召您入宫吗？哦，忘了，快收起来！
小天赐，宝贝乖，真可爱。见到你平安回来，我也就放心了。姑姑，对不起啊，又让你担心了。你也老大不小了，别整日生事，好生在家里学学刺绣女工，等着寻个好人家嫁了，我和你爷爷也就放心了。姑姑，你明知道我根本不擅长这些。女孩子家最后终究是要嫁人的。前些日子家中遭变故，皇上不是没有疑心的。好在我诞下了皇儿，皇上到底还是欢喜的。但越是如此，我心里越是不安。恐怕这一段时间内，宫内都不得安生。浅月，你也要格外留心。云府的事情，即便我听得再多，也不能多说一句。若有一人能知你疼你，给你庇护，我便更能少操些心了。姑姑，盲婚哑嫁的婚姻，我可不想要；政治联姻，更不是我需要的。姑姑呢，你就好生的养好小皇子，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能做主。